养饲上帝的囡仔。谢主牧师讲道。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在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愿主耶稣将伊对天顶来稳定赏赐予咱大家，互恁的心内充满欢喜，心欢喜，心快乐，肉体安然徛起。愿咱伫上帝的面前，这个日子真做咱一个稳定的日子。今仔日牧师所读的这段圣经，也就是大道。伊讲，咱的老母亲因生咱、饲咱、养咱，亲像葡萄树结出葡萄籽。伊讲是无生的果子。用这句话来祝福在座所有的妈妈，愿上帝互恁手所做的工、恁所车养、所起造的家庭无空空。也愿天父上帝伫这个节期顶悬，特别互咱教会内底年长的长辈，咱恳求天父上帝，互咱伫这个母亲节中间，咱常常存感恩的心。这个礼拜顶礼拜伫韩国，伫咱的姊妹教会讲道参与因的礼拜，带咱的教会的请安伫因的中间。伫迄个中间少年的田牧师，伊带领敬拜赞美的时，唱一条歌叫做《稳定》。迄条歌的歌词足水。阮虽然毋知伊咧唱啥，因为因是唱韩国话，但是迄个歌真水，所以礼拜了后，陈牧师就甲伊讨讲，敢会当将即条歌互阮？伊就将即个伊所找到的，无论是韩语，无论是中文，无论是英语，即条歌的即个 MP4，牧师有将即个中文的 MP4 放伫咱的教会的网络顶悬，愿咱会当做伙用即条歌来按咱的人生讲感谢的话。原来咱的一生，即条诗歌讲，对出世、成长到大汉，我的一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父母疼咱，毋是理所当然，一切拢是稳定、稳定、稳定、稳定。我咱用这种感恩的心，咱来领受今仔日上帝所予咱圣神对天灵来的听。伫咱要开始领受上帝的话之前，我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专门感谢你，赏赐阮的教会有一对听你的姊妹，因听你的教会，伊嘛听这教会内底所有的囡仔，亲像因家己的囡仔。好，亲像阮今仔所读的圣经保罗讲，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听恁心存温柔，听恁亲像年母。主啊，阮伫教会每一个囡仔，虽然无一定是阮家己亲生的，但是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你的宝贝。主，感谢你赏赐阮的教会有真侪有疼心佮疼囡仔的这个姊妹，因互侪囡仔来到教会，伫这个所在受照顾、受祝福，也伫这个所在成长。阮要为着教会这个属灵的妈妈来感谢你，恳求天父上帝，互因不但因家己的囡仔受祝福，因所关心的囡仔伫教会出入的，无论是社区的囡仔，也是阮教会主日落的囡仔，拢会通伫主你的听，甲主你的圣神的内底来成长大汉。专也要为着伫今年拄拄失去妈妈的余生甲细长结束来祈祷。今仔日的母亲节对因来讲，应该是感触真深，因为今仔日是因头一摆伫人生的中间母亲节，妈妈无伫因的身边。做恳求你纪念失去老母，因为思念中间心内有忧愁、有毋甘、有遗憾的人。主求你纪念阮，互老母的疼永远踮伫阮的心内。阮要为着阮的教会中间，特别互阮所敬疼的单数姊妹、单数阿嬷来祈祷。伊是一个伟大的妈妈，伊一生辛苦车养伊的囡仔，伊一生食真侪苦，但是伊伫阮中间真做一个妈妈的模范。主，阮纪念伊，因为到伊年长的时，伊袂通真自由方便来出入伫教会，甲阮做伙敬拜。主啊，嘛纪念玉芬，我嘛纪念进荣。主啊，因的囡仔拢毋是真健康，
也因为安尼，因的疼特别的伟大。主因疼迄个无方便的囡仔，用双鞭、用双倍、用几啊倍的力量来陪伴因的细囝。主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也求天父上帝帮助阮的教会伫今仔日的礼拜，阮会当纪念伫阮身边过去捌有一个叫做喜乐阿嬷，伊疼台湾囡仔，赢过伊家己家庭的囡仔。主求你帮助阮会当纪念老母的疼的力量甲影响力。主今仔日阮读到圣经里的话，伫圣经内面的记载，阮要为着所有在座的姊妹甲妈妈来祈祷，祝福因成做一个有生命能力的属灵的妈妈。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求你互普天的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有主日学，伫主日学的中间，都会当互厝边的囡仔免钱免银，因让白白进入教会内底，伫教会主日学来成长，来亲近主耶稣。主，求你互这个母亲节成做你的日子，也成做你的祝福。愿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伫圣神的手中，求圣神将圣经的话甲祝福放伫阮的教会。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的圣经以西结书19章第10节，伊咧讲起老母亲像葡萄树，伊会当结出丰盛的果子。拄则伫祈祷中间，我想到咱中间有一位的妈妈叫做喜乐阿嬷，伊伫伊的一生中间伫台湾过了将近50年，伊所关心的囡仔，拢毋是伊家己亲生，但是这个囡仔后来片段伫台湾。真做真水的见证，亲爱的姊妹，我要用今仔日这段以西结书第19章第10节来甲所有的妈妈同心祈祷。牧师希望会当通过今仔日的圣经交代恁一个工作，咱不但照顾咱的囡仔，嘛照顾毋是咱家己亲生社区的囡仔。一礼拜伫韩国，除了代表咱庆安伫遐培灵伫遐讲道。最要紧有一段时间，就是甲我所怀念少年的田牧师师母，甲因表达敬意，对因的教会讲起田牧师怎样伫二林区，伫过去的年节中间做一个上帝福音的使者。若无田牧师，可能嘛无今仔日的喜乐爱家杯；若无田牧师，嘛可能无有真侪二林区咱享受过去。真侪观摩教会观摩，得到真侪感动甲鼓励。所以田牧师点点咧做这个工，咱的教会有人知，但是有人唔知。所以牧师伫这个怀念的时，就代表教会伫因的教会设教的纪念日，伫迄个所在甲因做伴。愿天父上帝，互咱无论伫天边海角，纪念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拢亲像亲兄弟。会当互相祝福、互相关心。伫这段时间，阮有较济时间伫田牧师的厝，阮无住伫旅社，阮住伫田牧师伊的客房，有较长的时间做伙聊天。恁检会感觉奇怪，讲曾牧师你安怎甲田牧师聊天呢？我感谢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摆用语言翻译甲人聊天。因为田牧师听无英语，我听无韩语，伊嘛听无中文所以阮呢过去拢只有真简单的两句话：请安阿尼亚哈西哦，那个请安家感谢时就讲感谢阿弥达，差不多这两句话尔。但是这是我头一摆发现讲，哇，手机原来有遮尔好的路用，所以阮会当讲到真深的一寡问题。其中互我心插一个，就是伊甲我讲起疫情之后的韩国教会，伊讲伫即个疫情了后，韩国有1万间的教会关起来。我惊一跳，1万间的教会因为疫情过后，所以关起来。无搁再有教会。伊讲今仔日的韩国的教会因为少子化，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教会只有剩10% 的教会有主日学，10间的教会只有1间教会有主日学。田牧师的教会虽然无大，
但是因的教会有关有青年，有关有主日学。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了后，我对心中一直有一个感动，讲感谢上帝，我的教会，和伊家己的教会伫德堂，这些姊妹真欢喜，伫教会内底来伫主日学时间，甲周末快乐周末营做伙斗出来。牧师要邀请咱今仔日，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啊，千给我，互我诚做天使。今仔伫阮社区内面所有的囡仔入来伫教会内底，主啊，互我亲像妈妈，我用耶稣基督的听来听伊。我用耶稣基督的伊的话来祝福这些囡仔。我相信在座咱教会这些主日学老师，恁一定同意讲，牧师愿愿意。愿天父上帝，和台湾的教会每一间教会拢有主日学。恁会好奇讲台湾到底有偌济教会无主日学？用韩国只有剩10%，那安尼台湾呢？台湾我唔知影到底有偌济数字，但是我知影，即摆有25%的教会无主日学的时间。所听的姊妹，愿咱为了正教会来祈祷，因为今仔这个时代真侪少年人，因无爱去教会，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青少年。有一个调查咧讲起疫情过后，台湾的青少年失去一半，意思就是讲，过去捌伫主日学的人数有5万人，但是疫情过后，这5万人若长大行了后，移到青少年，照讲青少年应该有5万人，但是伫教会统计青少年的数字减一半。亲爱的姊妹，请咱拍开咱教会的门，也请咱为着教会来祈祷，愿咱的教会会当真侪有囡仔的宣教的教会。真欢喜美秀，伊伫喜乐工作，伊发现伫咱德堂有一寡喜乐保育院的同工，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伊住伫咱德堂附近的这个社区，所以伫拜六的周末营的时，喜乐就想着讲，那安尼应该来邀请这喜乐同工的囡仔，伫这个周末拜六的时间，嘛会当来参加这个主日学。所听的姊妹，这种的感动就是牧师应该做的工。这种的感动，嘛是每一个在座的妈妈甲上帝做伙做的工。愿上帝祝福恁。主耶稣甲你讲：“你爱我吗？”愿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爱你。”愿主耶稣甲咱每一个妈妈讲：“养饲我的羊仔囝，养饲我的羊仔囝。”今仔日牧师的题目叫做“领养上帝的囡仔”，领养用咱的属灵的儿水来养饲每一个上帝带入来到伫这个教会内底的每一个上帝的家子。今仔日圣经真有意思，这段短短话内底有2个真要紧，兄弟姊妹，特别姊妹，嘛毋是讲姊妹，嘛包括兄弟。因为天顶的上帝，伊不但是天父上帝。伊嘛是妈妈上帝，上帝无分男女，上帝就是上帝。但是伊就是一个完整，亲像爸爸，嘛亲像妈妈。今仔圣经讲，你的妈妈情亲像葡萄树，得其无生。无生这个字原文叫做担，担着的担。这个字原本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火，意思就是妈妈的儿水，妈妈的生命。迄个儿水养养伊的囡仔是用伊整个属灵的儿水、属灵的宝血来养饲伊的囡仔，所以这句话非常的神圣，嘛非常的宝贝。互我想起鼓励在座的兄弟姊妹，特别在座的姊妹，后礼拜咱要守圣餐，你若捧起这个圣餐的杯时，你甲主耶稣讨。主耶稣顶礼拜做牧师讲道有讲到，老母的儿水，老母的丰盛的活命，亲像宝血。主啊，我啉着这个你的圣餐的杯，主耶稣你的宝血，互我的生命真做一个丰盛的活命。你的查某囝，主耶稣因为你的宝血，我得到饱足；因为你的宝血，我得到清气；
因为你的保护，我有能力通养饲我的囡仔。愿天父上帝对咱的生活，愿圣神帮助咱的囡仔，对咱的生活看到咱甲上帝的关系，甲主耶稣的态度。咱若真心听上帝，咱若真心听主耶稣，咱的囡仔一定会听主耶稣。不但安尼，咱的囡仔嘛会伫咱的生命中间学到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叫做敬畏上帝。咱若出一支嘴，伫咱的生活中间并无真正用咱的生活来敬畏上帝，咱的囡仔拢知啦。囡仔其实因知影代志，无一定对语言，因对因的感受，因会知影讲爸爸妈妈是毋是真正敬畏上帝。所听的姊妹，咱来敬畏上帝，上帝要对天顶赏赐万项咱所需要的。伫年初新春迄段时间，牧师有邀请咱读到约翰福音15章第1节，伊讲：我就是真的葡萄树，我的老爸就是栽种的。我是葡萄树，恁是葡萄枝。恁敢要会记迄段话？耶稣搁落去讲啥物？恁若离开我，恁就袂通做什么。这个会当甲袂当，这个字叫做拄了买。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能力啦。恁若离开我，恁就成做一个无属灵活命能力的人。就亲像老母想要饲囡仔，但是来营养不良，这个老母会无有够格的奶水，通养饲伊的囡仔。亲爱的姊妹，咱当心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愿天父上帝所赏赐对天灵来的美良，愿天父上帝所赏赐对天灵来的美良，伫今仔日临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第一，互咱生命内底属灵的保护，主耶稣的保护，亲像活水江河满溢伫咱的中间。所以这段圣经内底有2个真要紧的图像，第一就是一个活跳跳、丰盛活命的属灵的活命。牧师甲咱解释这个字，读了叫做担，担着主恩典的滋味。担，这个担这个字，其实伊原文会当翻做保护会。第二，伊讲这个老母有丰盛的活命，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伊亲像树啊，栽种伫溪水边，因为水多就结果子多，满满有树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将这个丰盛的活命，毋是干有姊妹，也互咱在座的中心，也互在座所有的兄弟。教育囡仔毋是干姊妹的责任，所以真侪爸爸拢无用伫外面的事业，真侪爸爸拢无用伫外面的工作。但是咱来甲咱的太太，咱甲咱的姊妹，甲咱的家庭，做伙同心合意，互咱的囡仔伫共一种的心来敬畏上帝。这个担这个字，个另外一个字根叫做担慢，这个字根较长一点嘛，伊叫做安静。一个红婴仔来靠妈妈甲伊抱咧，迄个红婴仔就有一种被拥抱的迄种安全感。这个红婴仔，伊就可能伊的情绪就安静落来。兄弟姊妹，关上帝赏赐咱有生命的权柄，咱毋是干生囝，咱毋是干饲囝，咱爱教囝，爱育，养育有养，嘛爱有养，育比养较困难。我毋知咱有同意无？养比育较简单，育较困难。因为真侪囡仔出世都有伊的本能，伊的主张，所以人的主张通常拢毋是容易。除了伊有尊敬一个人，所以迄个人所讲的话才会通影响伊。一个基督徒若无敬畏上帝，若无有欢喜用上帝的话来做标准，那安尼上帝的话永远就亲像伫门外口迄种遐会咧流浪的遐个言论。只有一个人欢喜讲：主啊，你所讲的话，
我要安静听。上帝的话才会通成做伊脚前的灯，甲路上的光。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祝福咱伫每一摆的礼拜，咱拢来到主的圣殿。因为圣经伫启示录，伊咧讲起有上帝活命的刚好，对伊的施恩宝座就是圣殿，对伊的礼拜堂，对伊的圣殿流出去，成做一条活命的刚好。正伫这个活命的刚好上边边的树啊，要称作活命树，因为树叶会通医治人的活命，这树拢是丰盛。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愿咱永远无枵，佮喙大。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成做一个甲人同伫福音的好处。无论是通过直播，无论是通过录音，无论是通过录影，做甲咱无关系。毋知伫什么所在，伫云端的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因会当甲咱做伙祈祷，因会当甲咱做伙读圣经，因会当甲咱做伙做礼拜。愿咱的教会成做一条江河，伫上帝施恩宝座流出去，得成福咱大家。伫礼拜中间我感觉有真深的感恩，因为咱的教会甲田牧师因的教会结做姐妹教会是2000年，公元2000年。其实田牧师来到咱宜林地区，开始咧介绍真侪对韩国来有温属上帝重用的牧者，已经超过30年，甲算算咧超过30年。恁敢捌听过伫韩国有一间足出名的教会，叫做中央村福音教会，赵永基牧师的教会。你若对于教会的消息内底较有注意的人，赵永基是全世界上大间的教会，有70几万人的会友的教会的所有。有一个足出名的祷告院，叫做如意岛祷告院。田牧师要邀请这个如意岛的祷告院的院长来咱宜林区陪灵，咱何等的福气！我毋是讲因为伊权高位重伊来咱就感觉足公平，毋是。是田牧师伊的教会虽然是一间小小的教会，但是伊有法度邀请真侪愿意甲伊做伙来台湾做工的遐个同工。所以咯，其实嘛是我成长的一个心路历程。所以田牧师的身边顶悬，我学着真多功课。伊是一个欢喜甲人分享、欢喜互人的教会。我嘛鼓励兄弟姊妹，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愿意甲人分享、慷慨的教会。愿天父上帝伫咱的慷慨的中间，互真侪伊所带入来，将来伊所要用的囡仔，伫这个主日学中间成长大汉，将来成做有影响力的人。主讲离开我，你就袂通做什么。但是你若踮伫我的内面，你就会通做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会晓感恩，伫这个感恩的日子，我看到田牧师伊的书房，规片的壁，拢当相片，真侪拢是咱的教会的相片。安尼，咱就会知影讲，这个牧师其实是将咱的教会放伫伊的祈祷，甲伊的心内。伊阁特别甲我讲，伫上顶关遐一区是伊的亲人，我甲炸起来无互恁看到，因为伊甲我讲，做牧师，我甲你的相片放伫阮的家庭内底，代表你就是我亲的兄弟共款安尼。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生命所领受一切的稳定，毋是理所当然。老母会疼，老母会温情；爸母会疼，爸母会温情。上帝会疼，上帝作为，没有偶然，也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拢是恩典的恩典。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会晓感恩的教会。这是我拄则甲咱分享讲，田牧师甲我分享韩国的教会只剩下10%的主日学。我要伫这个所在来甲咱的主日学老师讲多谢恁对陈牧师甲恁做伙同工，伫咱的教会主日学的事工，
原咱的教会会当真侪咱社区的囡仔，伫即个所在成长大汉的囡仔。咱的厝边有一个囡仔叫做阿俊，我毋知恁敢知影有即个囡仔？即个囡仔的妈妈爱做无用，因为爱开一个面摊，所以即个囡仔真爱攀。伊常常天光就走来教会门口咧等，咱教会主持的囡仔爱徛伫门外伫迄个方一直看，爱真爱入来咱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囡仔老师主持的老师就来讲：阿俊，下次你要来上主日学，不要穿拖鞋。你要来上主日学，不要穿拖鞋。这个囡仔听有，伊就开始来做主日学时。伊就会要穿伊的小小的布鞋，所以弟兄姊妹，代替主耶稣教，将上帝所予咱的恩典分予甲咱无关系的人。伫即个艰难的时刻，咱看到盼望；伫即个失志的时，咱看到上帝伊的祝福甲作为。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咱同心来利用上帝的囡仔，好唔好？这个社会是一个无健康的社会，真侪囡仔伫因的成长的过程顶悬，因有可能会拄到霸凌。恁捌听过霸凌无？有啦，牧师毋免甲恁讲，恁拢听过啊。有的囡仔伫成长的青少年时期，捌互人性骚扰。兄弟姊妹，这个社会有可能是一个无健康、无安全的社会。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互这个囡仔入到教会的时阵，因有安全的一个神圣的空间。因伫这个所在不但会当受保护，更要紧，世事因若有拄着委屈，世事伫因的生命中间的痛，若无得到满足，世事伫这个世间中间因所拄着人老甲因霸凌，无接纳因，亲爱的姊妹。咱听因亲像咱家己的囡仔，互伊伫听的中间得医治。那伫教会捌参加过灵修会，较有追求的兄弟姊妹，恁拢捌听过一种的聚会，叫做内在医治，对无？就是通过祈祷，通过圣神的充满，互人内在的受伤、伤害、空虚、孤单，会当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听，人的生命的内底。有一个新的正直的神，有一个清气的灵伫咱的内面。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代替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将这个责任交予教会。耶稣3摆问彼得讲：“你爱我吗？”彼得3摆甲伊讲：“主啊，你知我听你。”耶稣伫迄个所在，咧甲伊谈情说爱。耶稣所甲伊讲的话讲：“你爱我吗？”耶稣所用的字，伊的圣经的原文叫做阿加佩。但是彼得毋知影耶稣真正要问伊的意思，伊感觉真好奇。老师，你是监察人内心的上帝，你知啊？你知影我听你。但是彼得3摆拢甲伊回应讲：“我听你。”但是彼得所用的迄个当时的语言叫做 philia。philia 这个字其实就是友情啊，友情的爱。但是耶稣所讲的阿加培是神圣的爱。耶稣咧教咱讲，有一种疼超过父母的疼，叫做亲情，也叫做 storge。有一种疼叫做友情，叫做 philia。有一种疼叫做翁仔某的疼，叫做 eros。但是这个 eros 的另外一种的负面。的字，伊叫做负面的扭曲的情欲，无好的。今仔这个时代其实有受到真深的冲击。然后当时伫教会聚会，咱较不爱挑明来讲这种情欲的主题。但今仔这个社会中间有真多真无清气人的欲望，有偷拍事件，有无？有的人沉溺在那种偷窥的快感，有真多人躲在网络的云端底下，很隐私的在追求一种看不见的一种的情欲。圣经讲，
保守你的心，因为人的心是生命一切的关键。唯有主耶稣的疼阿加佩，才会通互人对迄个情不自禁、无法自拔的中间，得到新的生命力。恁相信吗？除了主耶稣，伊点伫咱内面，今仔圣经伫金句中间讲，主耶稣因为你的信，就点伫你的内面，互你的仁爱有根有基，互你明白晓悟。耶稣基督听是何等的长阔关深，所有的听只有上帝的听，才互人明白什么叫做神圣、神圣的听。所以，兄弟姊妹，愿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毋是干那知识性的圣经的解说，愿圣神帮助恁，对恁的内面，你有一种的高超的祷告，你甲上帝讲。上帝，如果若要听，我要爱干净的、圣洁的、荣耀的。上帝，你会听，踮伫我的生命中。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愿主的圣神甲所听兄弟姊妹三甲地定，主耶稣将伊的阿加佩放伫咱的内面，互咱内面有活心正直的心。互咱的内面有主耶稣基督的听，互咱用这种的听来祝福咱的囡仔。牧师拄则有问咱讲，你敢会记得伫新春的礼拜中间，牧师用约翰福音15章、13章到17章，甲咱讲耶稣所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葡萄枝。若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伫咧中间圣经讲到6项的祝福，你还会记吗？若袂记得，恁倒去现恁的周报，伫咧周报中间，牧师有将这6项，我搁再讲一摆，口头甲咱讲。当一个基督徒，若是真真正正甲耶稣基督结连，甲耶稣基督结连，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是我伫韩国天牧师的教会讲道的题目。一间甲耶稣基督连结的教会，一个甲耶稣基督连结的基督徒，伊就有6种。真特别的生命的特质，第一能力。伊讲离开我，你就袂当做什么？你会记迄句话无？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会当甲袂当，能与不能。伫我咧准备这个讲道的时，我听到一个苏格兰的牧师，伊对这段经文的解说，我前毋捌甲咱分享过，因为我讲道了后，我才读到伊，才听到伊这个讲道。伊伫遐用一句英语的字叫做“有能力的人”，英语叫做 “can do person”， 意思就是讲有能力通解决问题的人，有能力通过圣洁的生活的人，有能力通明白上帝的人，英语叫做 can do person。迄句话深深望着我的心，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是有能力的基督徒，还是无能力的基督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伫上帝的圣殿的内底，咱甲上帝纯粹相救讲：主啊，互我成做有能力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举手祝福你的囡仔。主啊，互我的囡仔成做有能力的囡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个所在，耶稣所讲，我要互恁6项，你若踮伫我的内面，恁就6项。第一。恁就会通结果子，有能力通结果子，叫做生命的能力。第二，平安；第三，喜乐；第四，恁就要有我的听踮伫你的内底；第五，恁就要圣神甲恁三个伫地；第六，恁就要有上帝的话，因为圣神要将我所讲过的话讲互恁听。所以，兄弟姊妹，这6项。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真重要，因为咱若重视这6项，咱的生命会幸福。介简单来讲，爱、平安、喜乐，这3项是一般无论什么宗教，无论什么种的哲学，拢在讲的幸福的最基本的要素。被爱的感觉，平安、喜乐，这是人幸福最基本的3项代志。但是，佫来3项呢？上帝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上帝的话会当互人有智慧，上帝的圣神会当真侪人的帮助。第三，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若无主耶稣，咱无可能真做虔笃 person。咱毋是主的帮助，所以保罗才会讲：“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安那。”阿们吗？兄弟姊妹，你愿意真做伫主耶稣面前有能力的妈妈吗？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每一个伫这个所在成长的囡仔，将来都能够顶天立地、抬头挺胸。我再讲一解，愿上帝互咱的教会伫这个所在成长出世、出去、出社会，所有的囡仔拢会当叫做顶天立地、抬头挺胸的囡仔。兄弟姊妹，你愿意陪牧师祈祷吗？恁愿意为这个教会祈祷吗？所有伫这个所在成长大汉出去的囡仔，人听到讲因对德堂出来，伊讲：我过去听过德堂教会对青少年的事工甲栽培，今仔日阮看见对德堂教会出来的囡仔，果然是有影，有风声中间，上帝的活命踮伫因的内底。咱会当立志，但是咱的囡仔无一定会当照咱的心意。但是咱若将咱的囡仔献予上帝，上帝的确保守咱的囡仔。咱就今仔日个礼拜，这就是牧师甲咱讲虔笃 person。这个牧师叫做 Ferguson 的牧师，伊是苏格兰一个学校的新学院的老师。伊伫伊的讲道内底讲两句话，真吸引我。伊讲真长的讲道。伊的讲道的内底讲到两项：第一，真做有能力的基督徒；第二，真做有耶稣基督形象的基督徒，有 Christ-like， 意思就是讲，咱徛出去，人看到咱，因就亲像看到耶稣。伊看到咱的生活，伊就感受这个进入耶稣基督的香味。我要多谢今仔日的妇女，恁所吟的这条诗歌，恁会记无？第八叫做啥？全然为主，谢谢你们唱这一首歌，也愿上帝祝福恁。恁不是干那将这条歌唱出来，加做恁的生命每一天都祷告。伊讲，恁要亲像芳的歌香膏，芳歌拍破，不是干那抹伫耶稣，你要抹伫主日学每一个囡仔，好唔好？因为咱将咱的生命拍破。我伫遮主日的囡仔到月囡仔时，耶稣讲好得无比。你做伫因的心上，就是做伫我的身躯的心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来做两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咱决志为着耶稣基督做属灵的妈妈。咱决志为着上帝去做一件会通养育细汉囡仔。做诶细只羊仔的教会，互这个教会无论是咱亲生，也是厝边社区入来的囡仔。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有主日学、平凡、甲耶会，因对西地来一个动机，就是要为着伊的宝贝囡仔，找一个有主日学的教会。平凡甲教会真做咱教会足大的鼓励，特别是牧师提醒，互牧师知影讲，提供囡仔的生命的教育，是一间教会存在足要紧的动机。田牧师甲我讲，无主日学的教会就无将来。恁敢有同意？伊讲韩国教会伫20世纪最后，从20世纪的晚期最后要结束进前，是全世界感觉是一个宣教的奇迹。因为韩国的教会伫20世纪大大的复兴、大复兴，全世界真侪教会拢走去韩国学。咱的教会嘛无例外，咱看过真侪上帝真有特色的教会。但是伊讲，今仔日10间教会只有1间教会有主日学。阮的韩国的教会将来真危险。
所以兄弟姊妹，咱为着天母师因的教会祈祷，也为着韩国的教会祈祷，也为着台湾的教会祈祷。求上帝和所有的台湾的教会，拢有能力、肯度，能够为着上帝的缘故来利用养育这个囡仔。也愿上帝将伊的保惠，就是主耶稣基督活命的保惠，通过圣餐。亲爱的姊妹，恁参加圣餐礼拜的时候，恁感觉还是一个象征性的礼拜，还是恁真正得到祝福的礼拜？有真侪人感觉圣餐礼拜是一种象征性。阮咧纪念2000年前耶稣有安尼交代，兄弟姊妹，毋是象征性，是活活的礼拜。2000年来，真侪人相信，当我领受主耶稣基督的保惠时，我的灵会改变，我的灵会健康。因拢相信圣餐有医治、有祝福的效果。兄弟姊妹，你若相信，就用这种的心来接受圣餐。每一摆咱领受圣餐的时阵，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今仔日我领受你的饼，求你互我有活命的气力。主耶稣，我啉你的杯，求你用你的杯洗清我的罪，因为你用这个杯设立新约，旧的代志拢正过去。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将圣子耶稣基督的保惠赏赐予咱，也予咱得以在正地溪水边。所以我用今仔这段圣经来邀请兄弟姊妹，咱作为祈祷，讨两项：第一，属灵的活命；第二，信仰的立场。在正地溪水边，就是代表一个基督徒，伊知影信仰不是模棱两可，信仰是有立场，信仰是有立场。所以在正地溪水边，常常代表的就是能够结连伫上帝的话，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的教示，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的活水生命的刚好。主耶稣讲：恁若知影我是啥物人，你就要按我讨。我所想说的水，恁啉了就无搁再吹干。愿天父上帝将这种丰盛的满足赏赐予咱在座兄弟姊妹。咱要意识到，咱的囡仔的健康甲咱有关系。咱的健康、信仰的健康，甲咱的囡仔信仰的健康有关系。咱来为着咱的囡仔的缘故，来做真实的基督徒，就互咱的生命，互咱的囡仔看到。如果咱若真正敬畏主耶稣，如果咱心中若听主耶稣，你免甲你的囡仔讲爸爸爱耶稣，你的囡仔一定知。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当你的囡仔若知影，若愿意爱耶稣，有听的心的时，你的囡仔伊的生命就要结连伫主耶稣的恩典的内底。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将我的世囝交伫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的圣神帮助我的囡仔，一生无论何去何从，主求你互伊甲你有亲密的关系。当伊行过死命的山岗，主耶稣，求你亲像大牧者陪伴伊。主耶稣，我将我的世囝交伫你的手，直到一生的路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对咱的教会开始，也愿咱的教会毋是干那做向日葵学院的工作，愿咱的教会的周末营、快乐周末营，会当真侪咱社区的囡仔，嘛毋是干那展览会的囡仔，伫即个所在有一个活动，愿伊会当伫即个所在，互主耶稣来甲伊惜命命，用主日的时间来栽培明仔载上帝所要用的工人。今仔咱所吟的圣歌，对所吟姊妹所吟的这条诗歌讲，全然为你。我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这间教会要亲像一罐纳达香油，我要拍破。主耶稣，你虽然无伫阮中间，
但是阮知你爱阮用你的宝血来祝福每一个来到你教会这的囡仔。我们伫你的面前做这个囡仔，我们教阮的囡仔敬畏上帝，我们教阮的囡仔有感恩的功课，我们恳求上帝，特别主耶稣你用你的疼来洗清因，互因知影喜欢跟爱是不一样，互因知影伫生命中间有一种的疼，能够提升，会当改变人生命幸福迄种的满足的，真正对耶稣基督来会疼，互我的囝真侪有能力的基督徒。主要帮助我的教会，帮助阮的教会所有这青少年，互因伫真理，互因伫圣神的中间来大汉，主帮助。所以第二，牧师要邀请咱爱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疼。拄则我甲恁分享迄个苏格兰的牧师 Ferguson 伊所讲的，伊咧讲起自问自答的讲道篇，伊讲有一种爱叫做基督样式的爱，亲像耶稣基督的疼。伊问家己讲，耶稣的疼亲像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敢会当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牧师唔是唔知影，伊是唤起兄弟姊妹来思考讲，咱信耶稣遐尼久，咱伫耶稣祝福内底，咱感受到的疼是什么种的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保罗讲，耶稣的疼是一种长阔高深的爱。保罗讲，耶稣的爱激励我，耶稣的疼激励了，互我真做一个有热情的人。亲爱的姊妹，今日这段话就是保罗所讲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第7节、第8节，伊讲：阮就是温柔，踮伫恁中间，亲像年母育家己的囝子。保罗讲，阮这做使徒的人，就亲像一个奶妈，伫教会来养育教会内底基督徒。伫保罗的话中间，咱学习到，咱做基督徒伫教会内底的使命。耶稣甲彼得讲：你爱我吗？拄则牧师甲咱解说讲，耶稣的爱，其实圣经中间只有一个字，叫做阿加佩。阿加佩这个字，伊讲亲像老母饲养家己的囡仔，亲像老母饲养家己的囡仔。愿主耶稣甲咱讲，养育我的囡仔。保罗这句话，其实是咱拢做袂到的话。伊讲我真的很爱你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都愿意给你们。我知影这句话，我无啥敢读出来。我唔敢甲恁讲，我能够为你们舍身。我坦白讲，我知影讲上帝将咱放做伙，但是我无遐认深的保罗迄种完全没有保留的爱。求主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彼此相爱，没有困难。伊讲，因为你是我所爱。愿主耶稣基督的疼改变咱，若无主耶稣基督的疼，咱真困难。约翰用50年，伊才想通耶稣所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你会问牧师讲，牧师约翰想什么想50年？彼得甲耶稣见面的时候，耶稣讲：“你爱我吗？”迄3摆写伫约翰福音书21章的内底。约翰福音书是约翰耶稣上天定十字架死了后上天了后50年，约翰才将这个故事写落来。意思就是安尼。50年前耶稣所讲的话，这50年一个约翰放伫心内，到伊年老的时阵，伊终于读得懂。伊知影讲人的疼有时是无够起来，所以耶稣基督的疼超过下面才有3抓。第一种叫做阿加佩，第二种叫做 eros， 第三种叫做第二种，另外一个英语叫做圣经的话叫做 episuma， 第三叫做 storge， 第四叫做 philia。伫遮有亲情、友情、爱情，亲情、友情、爱情，过来加上耶稣的阿加佩。耶稣的阿加佩
能够让这3种的爱被提升。不是情欲都是不好，所以情欲中间在圣经内底有2个字，一个叫做 eros， 一个叫做 episuma。episuma 就是说那是有病态性的情欲，有病态性的情欲，在吸引力当中会伤害人的情欲。所以其实对圣经的旧约开始，犹太人就真捌这样代志，人爱用健康的眼光来面对情欲，所以犹太人的祭司一定要结婚。唔知是安那到后来教会发现，教会的领导者叫做神父，就开始无结婚。在旧约中间，祭司是一定要有结婚，因为有婚姻的生活，伊伫情欲的中间才会当得到欢喜，得到满足，才袂受攻击、受背影。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所予咱的情欲 eros 是健康的，用伫适当的关系，用伫适当的人，用伫家庭，人会伫迄个所在享受到欲望的满足。但是，有一种的情欲，负面的情欲，叫做 episuma， 是一种奇怪的、扭曲的、肮脏的、邪恶的。今日网络顶有真侪迄种不健康的、迄种两性关系的、色情的遐物件。我的老师讲，世间有3项代志，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得起诱惑。第一，情欲；第2，金钱；第3，权力欲望。伊讲，伫这3项的物件，无一个人有能力通得胜。我相信，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当初耶稣将伊阿加佩放伫咱的内底时，伊的圣性的解说互咱听。为什么你需要想这的物件？因为咱会开始发现，喜欢跟爱看起来是一样，感觉也是一样，但是喜欢跟爱有深浅度，深浅度不同款。兄弟姊妹，你敢有能力通甲你的囡仔谈到真正的耶稣的爱？能够改变咱的生命。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你毋是干那听到牧师解说圣经，你是对你的心内，你甲耶稣讲：主耶稣，我需要你的爱，因为你的爱能够让我的心里面充满了甘甜，你的爱能够让我的生命有被爱的完整性。有一个完整的被爱的完整性。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求你帮助我，用你对天灵来的神圣的爱，帮助我远离虚幻的爱，帮助我的囡仔伫今仔日这个充满了咱那个原世代，伫这个世间宇宙这个伫这个网络顶管真多迄个黑洞。主求你帮助我的囡仔。互因有智慧，互因有能力，也即甲你的囡仔做伙成长，甲你的囡仔做伙祈祷。你的囡仔要感受到讲有人陪伴伊，你的囡仔感受到有人咧牵伊，你的囡仔感受到，这个上帝是真够我的上帝。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伊的听放伫恁的心内。愿今仔日的圣经，毋是干那真多咱心中的痛，而是我们心中的喜乐，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主耶稣讲：我愿意踮伫你的心内，叫你的爱有根有基。阿们。愿主耶稣，互咱不但知，咱搁再担着伊听的滋味。咱同心来祈祷。
主耶稣，互阮较少讲话，互阮较侪体会。伫阮还未祈祷的时，主耶稣，求你用你的手划伫阮的心，拍拍我们的肩膀，拍拍我们的心房。主你划手伫阮的心，互阮的心无搁再有危难的所在。主你医治，主你讨棒，主你养饲，主你丰富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互阮的生命伫你的面前来得到保障。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